中國現代童話大師葉聖陶，由何家俊聲演。講起童話故事，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格林童話或者安徒生童話，亦都對佢哋嘅童話故事耳熟能詳。但其實我哋中國都出現過一位童話大師，佢就係今日故事嘅主角葉聖陶。葉聖陶，你原本係小學教師，點解後來變成童話大師嘅？正如先生所講，我喺中學畢業之後就成為小學老師，但係幾年之後就去到商務印書館做編輯。1919年5·4運動爆發，我加入北大嘅新潮社，又同鄭振鐸、茅盾幾位志同道合嘅文壇好友成立文學研究會，推動白話文寫作。其實我一開始都係創作散文小說為主，雖然我都有創作兒童詩歌文學，但係童話大師真係唔敢當。既然你原先以創作散文小說為主，點解後來又創作大量童話嘅？其實都係機緣巧合。1921年，我創作咗第一篇童話《小白船》，啲讀者覺得個故事描寫得清新又有想像力，反應都真係唔錯。到第二年，鄭振鐸嘅兒童世界創刊又揾我公稿，每星期要寫一篇。到6月完成《稻草人》之後，不經不覺已經寫咗23篇童話故事咯。不過先生頭先問到我創作童話嘅原因，呢點我可以好肯定咁講，就係我希望藉住呢啲蘊含民族色彩嘅童話故事，令到小朋友可以深入淺出咁認識同關心家國大事。原來係咁。1923年，商務印書館將你創作嘅23篇童話結集成中國第一本童話集《稻草人》。魯迅力讚《稻草人》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。所以你的確係實至名歸嘅童話大師啊。係呢，葉聖陶，咁你往後係咪專注創作童話呢？咁又唔係喎。雖然我喺1931年出版咗另一本童話故事集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，向小朋友講述人生嘅意義，但係呢段時間我一直有出版其他散文小說，例如1923年嘅小說《火災》。1928年，我仲以自身經歷為素材寫成長篇小說《危渙之》。除咗文學創作之外，據我所知，葉聖陶你喺中國現代出版同教育方面都成就非凡，當中又係點嘅呢？先生過獎啦，只不過係我早年喺商務印書館同開明書店做編輯嗰時，有機會為中小學教科書進行修訂編纂，期間發現當時嘅語言文法比較混亂，所以當新中國成立之後，我大膽提出規範現代漢語語法、修辭、標點符號等等，提出口頭講嘅係語，筆下寫嘅係文。我相信明確定義語文一詞，可以幫學生掌握到學習語言嘅能力。葉聖陶曾經講過，如果有人問我嘅職業，我會話我嘅第一職業係編輯，第二職業係老師。葉聖陶嘅文學作品，無論係童話故事集《稻草人》，定係長篇小說《危渙之》，都歷久不衰。佢嘅現實主義文筆風格更加係別樹一格，令世界重新定義中國文學。此外，葉聖陶擔任編輯期間，發現並扶植過嘅作家有茅盾、巴金、沈從文等等。佢除咗係中國現代童話大師，更加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嘅文壇伯樂。